情况都清楚了吧？这次是万幸，还好及时发现了。如果这个丑闻一旦发生，连我也难辞其咎。王总，这就是为什么我把你也请过来了。虽然事故是发生在一部，明白，这是中国区共同的事儿。凡是涉及到的嫌疑人，马上停止一切工作，接受亚太区监察办公室的调查。我有个问题，这次准备银杏促销，几乎每一位销售都频繁地出入仓库，怎么排查？要牵涉多少人？别忘了，明天就是银杏促销的大活动。方总有话直说吧。我支持彻查，但是应该控制调查范围，而且要保证不影响明天的活动。什么？你们要害死我呀？怎么了？监控看不了了。说清楚点。电脑中了病毒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规定的监控录像不准联网，不准玩游戏，不经签字不得外界移动设备。别给我背条例！我马上去查。你查什么？你能查出什么来？我现在是要解决问题，解决问题。孟总，您先息怒啊。确实是非常万幸，所有有问题的商品都已经全部被及时发现了。现在离活动还不到28个小时，我非常同意方总刚才的说法。我想我们大家应该先去忙手上的大事儿，这个事情过去以后，我们再来查也来得及。我相信，只要是彻查，一定可以水落石出。元旦攻略是很重要，但是等活动忙完了再查，你就这么担心那些白手套把事情收拾得干干净净？当然担心，所以不能打草惊蛇。啥意思啊？我们先分别离开公司，半个小时以后回来，直接去安保部。林总，第26号监控。接到您的电话，我们就赶来了，已经准备好了。没看出有什么异常啊。这听一下，这个人怎么看着这么面生？把库管监控室的调出来。好。停！病毒就是他靠进去的。马上找到这个人。那个打包员手机关机了，出租房里面没有人，跑了。他的合租室友说，今天早上走的时候还挺正常的，不正常的是昨天早上走的时候，他带了一包的衣服，像是搬家一样。畏罪潜逃无疑了。班丁，我别无选择了。如果你愿意帮我，要是哪一天你出事儿了，我向你保证，我等你一辈子，我非你不嫁。帮你是一定的，趁火打劫就算了吧。你怎么回事？我是认真的。哎，行了，我有办法。键盘，我真有办法。我有个叔叔在海关管事儿的 ，SW 只要出个申请给海关，让海关去银行查他的账，名正言顺。海关？对啊，除了公检法以外，海关也是可以依法查账的。你这批东西是不是进口产品？假冒伪劣了，那就涉嫌走私。这个人畏罪潜逃，不查他查谁呀？是个办法。经理，现场总指挥是 Justin， 大家有什么问题跟他汇报。
账号、账户名、金额、转账信息、日期，全部都在上面。孙娜呢？是，铁证如山，20万。可惜那个打包员跑了。其实现在跨年促销，输赢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。我们有这个证据，看他还拿什么跟你比？没有把对方彻底打倒之前，不要论输赢。贾斯汀接管你的工作，正面战场你不要管了。没事儿，我可以的。你再停职，犯了错就要受罚，你以为我开玩笑的？你去帮我办点别的事儿。好，我就说嘛。我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，对方换了我们的货，哪里有时间转移出去呢？那这些货现在在哪儿呢？2部的货品区，我马上去看一下。等一下，他们也在忙着促销，仓库现在应该没有什么人，但是。为什么啊？行吧，反正你的安排都有你的原因。你就记住了，你不是要去拿回货品，是找到证据。我知道该怎么做。把这些证据都整理好，等我下一步的安排再行动。总部的调查员 Steven 已经在飞机上了。行，那我马上去。这边是1部的存货区，然后这边呢，这边是2部的存货区。今天反而显得比较清静，主要是因为前几天刚忙过了，所以显得有点乱。准备等活动结束以后再统一整理一下。这是什么？这也是货。把这个防潮布掀开，我看看。行。找到了，麻烦您让一下。哇，这么厉害！喂，你好，您是？哎，你好，张小姐。我是前程无忧的猎头顾问。前程无忧？对，受一位客户委托跟您联系。听说您最近正在休假呢。你们消息可真灵通。不过我很快会复职。哎呦，张小姐是这样的，对方开的条件很高，您先别着急拒绝，我给您那个详细介绍一下，好不好？请您替我谢谢您的客户，这么看得起我，但是我现在没有任何跳槽的打算。再见。我刚刚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不见。钱先生说的果然不错，张小姐是个直率的人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还以为是你用不着道歉。虽然我不是前程无忧的人，
但是他们找你确实是受我所托。我人现在就在你家附近的 Unicorn 咖啡厅，怎么样？下来喝一杯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正在忙呢，可能没关系，你先忙你的，我等你，多久都行。喂，喂。 张小鱼，请坐。你好，原来就是你啊！让我们在仁泰的专柜连续半年屈居第2。啊，忘了介绍我自己，我是 LND 新任亚洲总裁 Selina， 你好。哇，您就是 Selina， 你好，你好。怎么，你知道我啊？ 太知道了，不过第一次听你的名字是因为一个八卦。八卦？温哲的前女友。那看来我们会有共同话题的。温哲？你是怎么知道我住这附近的？是猎头告诉你的吗？他们那一行是有他们的规范的，像这样的隐私，他们不会轻易透露。那是。 可就算猎头公司不说，还是有很多渠道可以打听得到。张小姐，你别误会，我不是故意要打探你的隐私。我呢，一直住在香港，但是从小就在内地念书，三顾茅庐的故事我还是明白的。我只是想要表达我的诚意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谢谢您啊，这么晚约我出来。 其实我还真的挺受宠若惊的，不过只能说抱歉。我都还没开始说我要提供的职位和年薪呢，那东西不重要。第一，我是不会学 R&D 的，因为林睿是你的老对头。第二，我也不会离开 SW， 因为我很快会复职。 哇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大过年的刷着杯子呢，没局啊？有，一会儿就是一个局，好多人呢。是吧？谁约的你啊？上次那个什么 Coco 啊、Christina 呀，那一帮人。既然有局了，那我就走了啊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找林睿去。啊。哎，怎么着？小鱼没有约你啊？约了，刚给我打电话呢，我都不接，微信我都不回。哦。哎，要不然这样，你帮我问一问小鱼，林睿在哪儿呗？那我问问。问问呗。安迪儿，怎么着啊？想起我来了呗？在哪儿呢？准备回家。啊，这还有半个小时就跨年了。你这是在约我吗？不是，我跟金小贝我们2个人呢。林睿跟你在一起吧？啊，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？我有地方了。行，你把地址发给我，我叫个里程专车过去。谢谢师傅，感谢您乘坐旅行专车，新年快乐！哎，快乐！你们疯了吗？怎么在这儿迎新啊？没来过他公司，你就当满座，越来越别推我，你别推我行不行？快点！哎，这门不用推，它自动的。快点！这边，过来！我，哎，看落地窗。
是没见过这个。行不行？真不错。哇，很大。哎，这来个。怎么样？最终数据还没出来，主要这次网络的走量非常大，仅千娇美妆就超过6位数的订单量，还有京东、淘宝。哎呀，我当然知道网络销售的结算会慢一些了，你说个大概的。这次我们肯定压倒他们了。我再说一遍，3倍补助，明天早上买家必须拿到货，一定要解决问题 ，OK？ 小鱼啊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比老贾预测的还要好，我们1部已经定了。耶！好棒哦！酷！不好意思，林总呢？他办公室。女儿，新年快乐！一个人在这干嘛呢？过年了！听我说，咱们一起倒数好不好？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耶 ！Happy New Year！ 我爱你！哎，肉麻死了，你真的。JK， 我们算是赢了吧？有件事我还没有告诉你，总部派来的不仅仅是调查员 Steven， 2个小时以后阿兰就到上海，他也现在来了。他本来在印度，跟总部讨论完以后，决定亲自来处理中国区的事情。也就是说，所有的结论都要产生了，应该是吧？我一会儿去见他。现在已经是新年的第1天了，等太阳升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迎接新的挑战了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林总，今天这么精神，想必是胸有成竹啊。被人暗算，还要打赢昨晚那一仗，不精神一点行吗？林总永远这么自信，现在就敢说打赢了。对啊，至少销售数据我不是赢定了吗？销售数据你还在乎吗？你所谓的正面作战，原来只不过是个梗。职场永远的战场都是 under table。只有赢了才是硬道理，不然刚才方总的话都会变成牢骚。说到暗算，谁知道谁又在暗算谁呢？也许是自己犯的错，反怪到别人身上了吧？你一会儿跟总部的调查员说吧。可是有句话，我还只能跟你分享。
我呢，跟总部已经表达了，如果我输了，愿意留下来做中国区销售总监。可是前提是，我跟亚太区老板直接汇报工作。我想林总应该没有意见吧？我受总部的委托，由孟凡和调查员史蒂文协助调查 SW 中国区秀妍假货一案。现在请大家把手机交给调查员史蒂文，谢谢合作。对不起，我有个疑问：一部出现假货，为什么我们二部要接受调查？仅仅因为我们是竞争关系吗？是因为林瑞对你们二部提出了指控。这就是你说的公平竞争是吗？请问你指控我什么？请遵守公司的内调纪律。那林瑞，你先说，谢谢。根据我们前期的调查，我们推断，对货品动手脚的人是公司新招的一个打包员，叫张伟。推断是什么意思？当天所有的工作人员，他最后一个离开仓库。但这还是不能证明他就是那个换货的人。这只是其一，其二，我们第一时间去他的出租屋找他，这个人不见了，而且到目前音讯全无。你是说这个打包员用赝品换取了正品，从中牟利？一开始呢，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，但是有2个疑点解释不清。疑点？什么疑点？第一，这批假货做得非常的逼真，从瓶子到标识连带货号几乎挑不出来毛病。溴盐玻尿酸小安瓶目前在中国并未通行，外人拿不到这么详细的信息。第二，货做得很真，可是它的包装盒上中英文标识不符。假设这个人只是想用赝品换正品，从中牟利的话，他为什么要留下这么一个很不容易被发现，却是实实在在的破绽呢？所以我们推断，这件事是公司内部的人蓄意所为，目的就是让这批假货流入市场，栽赃一部，而这个人在2部。凡是要讲证据，没有证据的话，林总，这可就是诬告啊！那就算这个打包员有人指使，你凭什么认定来自2部？事情发生到我们去找这个人中间只有1个小时，这1个小时如果没有人给这个张伟通风报信的话，他怎么知道怎么逃得掉？这只能够证明指使他的人来自我们内部，可是不能证明一定来自于2部。我不仅可以证明来自2部，我还可以证明来自2部的谁。谁？我有一个请求，请讲。可不可以让2部的销售经理孙娜娜列席会议？我们有几个问题需要她回答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娜娜，叫你过来就是想了解一些情况，问什么你如实回答就好。可以开始提问了吗？孙娜娜，打包员张伟，认识吗？张伟，他那天……娜娜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曾经介绍过一个同乡到公司打工，好像也姓张，对吧？哦，你说那个人啊，他叫张伟，对。你们熟吗？不算很熟，也是别人介绍的。不熟。那他的账上为什么有你转过去的20万的转账记录？你说什么？来，帮你回忆一下。确认。你看一下。好。王总，这个银行打印单，你要不要看一看？
孙娜娜，请你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。想起来了，这个我可以解释。几天前因为这个事儿，我还专门找过方总。方总，我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。什么事儿？就是我的年终奖金能不能提前支给我？怎么了？你有急用？哎，不是，我同乡他母亲得了癌症，然后治疗需要费用，但他一个打工仔，家庭也不怎么宽裕，所以我想说借点钱给他。可我现在手上也没多少现金。年终奖提前发会违反财务制度哦。这样吧，我私人借给你，等你发了奖金再还给我就是了。是的，我可以证明，我借给他的数额恰好就是20万。你问吧。孙娜娜，你的那个同乡就是那个大保员张伟？是。苏娜娜，你认识张伟，这本来没什么。其实我也有很多办法可以证明这一点。可是你告诉我为什么，你才借出去20万？我刚才提到他名字的时候，你是一脸想不起来的样子。你是在掩饰什么吗？你胡说！我一上来你们就说张伟是嫌疑犯，我吓着了，所以有点慌。刚才林总提出2个疑点，提醒了我。在我看来，这件事情还有其他的可能。我想请问，有确切的证据能证明张伟就是调包的人吗？根据我们的调查，监控中病毒的时候，仓库只有他一个人在。他往硬盘里边植入病毒的嫌疑最大，而且他现在失踪了，让这个嫌疑变得更大。其一，你的证据只能说是疑似和可疑，不是确凿。其二，即便我们认定导报员张伟嫌疑最大，就算是他做的手脚吧，可是，各位，他可以被任何人指使。任何人，比如呢？第一，我们的竞争对手；第二，我们内部，但未必是2部。难道还是我们1部啊？其实之前林总提醒的特别好，秀妍玻尿酸小安瓶是全球首发上线。那么我想问林总，谁见过它的全套包装？谁最了解小安瓶的全部细节？只有你们1部。如果想复制这些的话，谁能做得出来？可是，自己证自己这件事太荒唐了。既然这一切都是在推理，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推理，是1部贼喊捉贼，就是为了嫁祸于我们2部呢？至于动机，想必我就不用说出来了吧。假如真正收买张伟的人其实是1部，却反而让他去跟孙娜娜借钱，其目的就是想留下这个证据。当张伟失踪，一切无从对证的时候，这唯一的证据就能打倒林总的竞争对手。请问，我这个推理是否也很合乎逻辑？哪里合乎逻辑了？你胡说什么？我们1部光靠销售额就……唯一的证据啊，请方总回答我一下：如果你们没有调换产品，那这些货怎么会出现在你们2部的库区？这些小安瓶的货号批号跟我们丢失的那一批完全吻合。不巧的是，小鱼是在2部的货区找到的。仓库看起来都差不多，你怎么证明这就是2部的库区？好吧，我们去仓库。不错，是秀妍，可是不是你们说的玻尿酸小安瓶，而是我们的医美秀妍。不错，跟你们的照片拍到的不太一样。你在哪里拍的照片？我就在这儿拍的照。我刚才说过，仓库看起来差不多，也许是张小鱼在自己的库区拍下的照片，却反过来作为证据，诬陷我们呢。我
们可以去医部看看。这是什么？打开看看。溴盐玻尿酸小安瓶，和照片一样，拆开的纸箱子。你们的货号、批号，要不要拿出来比对一下，看是不是完全吻合？原来你们的货物并没有丢啊！见鬼！你们在这里，我不理解发生什么事了。这不是贼喊捉贼，诬陷他人吗？抱歉了，方总，可能要让你失望了。照片是张小鱼拍的，不过还有另外一个见证的人，也是你们医部的人。那当然由着你们说了。这个能来作证的人还真不是我们医部的人，他是亚太区总裁助理谭伟伦先生。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问题，对方换了我们的货，哪里有时间转移出去呢？那现在那些货在哪儿呢？2部的货品区。他们现在也在忙着促销，仓库应该没有什么人，但是你叫上谭伟伦跟你一起去。为什么啊？行吧，反正你的安排都有你的原因。你就记住，你不是去找回货品，是找证据。我知道该怎么办。这边是1部的存货库，然后这边呢是2部的存货库。今天反而显得比较清静，主要是因为前2天都忙完了，所以显得有点乱。等活动结束以后，我们再统一整理一下。张小鱼，你叫我来这里做什么？你不停职了吗？所以啊，今天公司的开奖活动没有什么事儿啊。这是什么？也是货。把这个防潮布掀开，我看看。好。找到了。麻烦你让一下。好。谭总，我今天让你来，就是让你这个亚太区总裁助理做个重要的人证。你等一下，把这里恢复成原来的样子。我今天跟他来过这里，做过什么，不许跟任何人说。如果我在外面听到有什么风声，你就准备换份工作吧。谭总，您放心，我一个字都不会说。各位，我们2个是见证人，我可以证实。那天张小鱼所拍的照片是在第2库区拍的，而且我亲眼看见了实物，确实就是溴盐玻尿酸小安瓶。我一直在等你们的传唤，没想到换了地方。我们中国区的情况很复杂，和亚太区的关系也很微妙，各种压力下，我担心证人证词的可信度。可不可信，看了监控就知道了。26号的监控不是丢了吗？就是因为26号的监控丢了，
所以我们才找到了备份的监控，查到了那个打包员张伟植入的病毒销毁的监控。备份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安保部有仓库监控的备份。可是华东区从来没有备份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上次母亲节库房出事，我就听说了这方面一点情况，所以我知道。什么时候安的，我都不知道啊。对呀，黄主任，你们什么时候做的备份监控，连库管主任都不知道。是这样的，舒毛总临走前1天给我下的这个批示，2天后我是在总控台做的这个系统的配置。我也是突然才想起来的，所以才通过这个备份的监控找到了这个打包员张伟。监控可以告诉我们一切，去看一下就知道了。要通过监控确认张小雨、谭伟伦他们2个是不是在撒谎很容易，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找出那个人是谁。不管是谁干的，一定要找到他，一切都水落石出。说得对。方总不会认为这监控也是 PS 的吧？好的，这个没有疑问了。我们接下来得赶紧找出是谁把这堆货搬走的。谢谢。我们得先知道是谁搬走了这批货。各位老总，这个视频可能要找一会儿，要不各位先到隔壁休息一下，等我们找到了以后再请大家来看。好的，我们走吧。真有意思，我变成侦探了。我在内控部3年了，从来没办过这么有趣的案子。不过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我听说中国区昨晚的活动举行得非常的成功，特别是林瑞领导下的1部。是，这是秀妍新品的成功，也是总部现代营销理念的成功实践。我们来看看完全以网络为驱动的营销，到底能带来多大增幅。美中不足的是出现了换货事件，很遗憾。还好发现的及时，没有流向市场，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。干这件事的人，用你们中国话讲，用心险恶。不管是谁，现在站出来承认还不晚。尽管今生的机会以及现在的职务保不住了，但我答应你，不移交司法部门。各位老总，找到了。走，我们看看。快进，1分钟以后。这个是苏菲。请问一下摄像头。苏菲，到底谁是苏菲？是林总的部下。这件事情我有印象，林总知道。我这次负责的是商场专柜，所以我一早就把需要用的货品撤回到仓库。可是我去仓库的时候，发现那批货挡在那儿。我过去一看，发现是我们的玻尿酸小安瓶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是谁丢在那儿不管了，我就过去帮忙。为什么要放到墙角？因为这是明星产品啊，所以我让工人放到墙角更安全些。我有个问题，这批货到底是怎么到的2部库区？你们有没有看过监控呢？活动前进进出出的货品实在是太多了，我们就看到一堆工作人员把那些货物都摆在那儿了，里边确实有秀妍玻尿酸小安瓶，但是逆向回看乱糟糟的，也还是发现不了什么。
如果说唯一有一点的话，那还是打包员张伟。哎，又是那个张伟，又是死无对证的事。苏菲，你可以先下去了。苏菲，行了，忙了半天又回到原点了，什么也证明不了。林总，你还有什么要举证的吗？这个案子每个人都有猜测，包括我。我们都明白，公司内部有人犯了大错，不惜损害公司的利益，陷害同僚。这个同僚可能是林瑞，也可能是方静，但猜测代替不了证据，因为我们现在还难以对这个坏人进行惩罚。这个调查还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。稍等一下，现在已经快11点了，我可以拿回我的手机了吗？一会儿暂停内调会，你很快可以拿回手机，不用着急。如果你现在允许我看看我的手机，可能这个内调会就不用暂停了。请吧。